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5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历代志下卷第5章2到14节，使徒行传第26节19到29节，26章19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愿主同在。上帝以各种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同在。昨天我们也提到了许多的不同的形式，特别是在会幕盖好之后，上帝以云彩覆盖来表达他的同在，他的带领以及他的保守。云彩升起，以色列人就收起会幕、帐幕，跟随云彩，就是上帝来往前行。云彩停着的时候，他们就搭起帐篷停止。这样的做法日复一日，维持了将近40年的时间。上帝白天以云柱带领保守，晚上云柱有如火烧，带领以色列保守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会幕的目的。会幕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代表了上帝，也就是约柜里的石板上面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知道那就是诫命。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核心的事情。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去思考。会幕的目的是放了多少的约柜？为了献祭，为了敬拜上帝。会幕重要，但不是那么真正的重要的是约柜，它曾经被当成宝物在追寻。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知道这原始的约柜在哪里。也有人继续在追寻当中，但是约柜也不应该是经文的重点，教导的重点。约柜的目的其实就是放在摩西从西乃山领受取下的2块石板。但是请我们记得石板也不是真正的重点。我们记得石板是已经重复刻过的。石板上上帝所颁布的十诫所代表的上帝，代表着人们与上帝的关系，那才是重点。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出埃及记第40章16到33节的记载，这当中提到了8次这样说，这是依照上主吩咐摩西的话所做的，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，才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关系之关键。因为有人民的顺服，上帝就继续在同在来保守。历代志下卷第5章第2到第10节的记载也这样说到，圣殿落成的献堂礼拜，以色列人如何的将约柜放在圣殿的里面，也再一次提到约柜当中的2块的法版。但是真正的让上帝的云彩停下来的充满圣殿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圣殿建筑的宏伟，圣殿建筑的装饰，那这个金碧辉煌，
更不是约柜的地方有多么的隐秘高尚，或是在历代志下第5章第11到第14节的经文记载这样说到，他们同心合意，他们齐声赞美，他们不分彼此，他们非常的和谐。经文说，在历代志下卷第5章第11节开始，所有的祭司不管属哪一族，都洁净自己，全部到齐。所有负责音乐的利未人亚萨、希曼、耶杜顿和他们的族人都穿上麻纱衣服。利未人在靠近祭坛东边站着，手拿着桡把和竖琴，有120名吹号的祭司跟他们站在一起。当歌手颂赞上主的号角、桡把和其他乐器一起伴奏，非常和谐。他们唱着颂赞上主，因为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因为这样美好的一个服事，同心合意，有这种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，因此这样才会感动上帝。圣经说，那时云彩充满着圣殿，闪耀着上主的光辉，至于祭司无法继续主持礼拜，上帝就亲自的与以色列人同在了。旧约圣殿的目的是要求人与上帝之间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了。保罗的最大愿望就是将福音传给需要的人。当然，保罗的宣教是以外邦人为标的的。他特别盼望自己能够将救恩的福音传给在上位者，包括王本身。所以罗马一直是保罗心里面想要去的宣教的地方，因为它是政治经济的一个中心点。他也总是可以把握宣教的机会，像《使徒行传》26章19到29节的记载，保罗如何的在亚基帕王的面前见证自己的福音工作，他也同时把握住传福音的亚基帕王。然而亚基帕王明白他的拒绝，就圣经这样记载，保罗这样为自己申辩，菲斯都大声喊叫他：保罗，你疯了！你的大学学问、精神都失常了。保罗这事项回应，保罗说：菲斯都大人啊，我并没有发疯，我所说的话都是真实无畏。王也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对王大胆直言，相信每一件事都有注意到了，因为这些人是人人都知道。亚基帕王，你们相信先知吗？我知道你们是谁，跟谁相应。亚基帕王对保罗说：你想用几句话就能说服我做基督徒吗？保罗说：无论话多话少，我向上帝所求的是你和所有今天在这里听我说话的人都会像我一样，只是别像我带着这些锁链。保罗非常热忱的想要将上帝同在的福音应许来跟周遭的人来分享，就是有需要的人。然而亚基帕王是我们或是说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
我们也当尽力将上帝同在的福音与周遭的人与想，愿上帝与他们同在。诗篇29篇，上帝的众子啊，你们要歌唱上主，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的荣耀与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声，他的声音遍满大地。上帝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他的声音满有七言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断了。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山小牛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烁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，他动摇了加迪斯的荒漠。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圣殿里，人人欢呼。愿荣耀归于上帝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治理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人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当我们困苦的时候，有主对我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当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，我们有盼望，因为愿主与你同在。感谢上主的慈爱与怜悯，感谢耶稣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